中市欢迎河路墩促进会举办徛咧高船仔的活动，是第一届开放予宠物狗嘛会当落水来体验。讲一寡宠物狗是身价，拢无想要爬起来。 真的是很厉害，对。你还在游泳？要伫游水，就算已经上花，游玩动作时要伫水内底游，时间来讲10分钟前。原来这宠物头一摆体验入水活动，想不到一个算到算甲真欢喜。狗狗会怕水吗？它不会怕，它还有跑下去玩。然后刚刚跟一个小孩相撞的时候，它跟小孩一起跌下去，我觉得那个画面还不错。2025水花花都 SUP 入场活动伫丰原河路墩公园举行。 有几千名乡亲报名参加。我们希望你来亲水、进水也能够自保，然后在安全无虞的情况下来亲近我们的水性。好玩。活动节目高调是安排水上钢铁人表演动力飞行表演，伫水面上完成各种高难度的动作，好现场乡亲讲真正有够牛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